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阿晚都好，我是主持人黄平辰。今仔是9月3号，是台湾的军人节，中国嘛是军人节，但是大阅兵，这届阅兵爱开1500亿，用遮侪钱的效果是啥物？民主国家的领袖拢无出席，传播讲因在密谋抗美。甲考试，咱就要科学、理性、客观来看详细。今仔日3位专家学者斗阵来分析。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柯志祥。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台湾地科执行委员赖宜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应优，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阿晚。那么首先咱先来看，在中国今日办阅兵，庆祝的是抗战胜利80周年，有26个国家的元首加国际组织的领袖来出席。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3个人头一届做伙出席公开活动。习近平发表谈话，伊讲人类面对着和平甲战争的选择。那么，解放军展示中国上新的武器，我个认为习近平是要透过着展示军力。要来挑战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放80声礼炮，大会正式起鼓。中国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举行93阅兵，引起国际关注。有26个国家的元首甲国际组织的头人受到邀请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因牵手彭丽媛亲身迎接。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罗西亚总统普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暗暝做伙行去红地毯，甲习近平才有互动。3个人做伙去天安门的城楼，头一届公开讲台。习近平请中山装，俄政领导人毛泽东发表谈话，讲到中国坚持行和平发展的路线，讲世界面临和平甲战争、对话甲冲突的对立，都要加速建军。习近平谈话过程无讲到台湾，毋过强调会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甲领土完整。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了后，习近平去有挂红旗的车顶检阅部队，展因的军事实力。地面有各种的战车、驾车、无人机的部队，空中有占35运行的战机，头一届公开。不过，互国际上上界烦恼的是中国集中展示陆海空战略核武，包括惊雷1号、基隆3号、东风61导弹，展示强大核武。类似的这样子的威吓，这样的一个恐吓的作为，当然也可能被中共拿来运用，就是去减缓西方在台湾有事的时候去介入的时间、力道跟它的速度。中共的这个武力展示呢，严重的威胁第一岛链区域和平。他不告诉中国应该放弃这些武力威胁，反而去帮他我觉得是站下。学者观察，中国这届展示这的武器甲装备，反制台湾的无边防战略。也个威胁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当中国阅兵这个敏感的时刻，有一只美国的公务船青纱出现伫咧台海，下过海峡中线，嘛引起众人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咱睇看这新闻段2分钟，除了头前吼，这习近平、甲普京、甲金正恩之外，看到的就是武器，阅兵就是咧看武器。但是这看老些咧看武器啊，看内行的。看这内行开，我首先要来请教着咱柯老师是安怎开到1500亿？1500亿是要安怎开？因为我自细汉咱这小国寡民咱伫台湾，我会记阮细汉时候，因为阮学校伫这破坏地区内面若建摆阅兵要休困14天，足好的但是阅兵真刻苦啊，拢困学校啦，人有阅兵村，搁创这创迄，
但国家开那会个开到1500啊。当然，咱第一，咱当然看伊讲这边的规模当然是足大啦。啊，伊动用足侪武器嘛。啊，你会当看讲，伊原则上伊是分做，你会当甲遮个武器分做两种类，一种是本来就有，啊，较早伊用足侪档的武器，像994的战车啦，足明显的嘿，咱常常看到迄种常看到的武器，迄种类。啊个，若看即类的武器来讲吼，你会当注意到讲，其实因伫即方面，因无肯上新型的物件出来。啊个另外一个种类是新发展的物件，新的武器种类。啊，新发展的无人机啦，新发展的核子武器啦，新品种的，嘿，新品种的啊，无就是讲，行这新品种的共款做共一类，就是讲，伊是针对讲美国啦、欧洲啦、咱台湾啦，还是日本啦，就是自由国家诶，即马咱国防的发展的迄种方向有无？伊针对咱的准备来设计的武器，啊，即种的因就可以上新的物件出来。哦，所以安尼闻着迄个对抗的味哦。嘿，你哋咱看到讲，伊是原则上是针对讲，咱西方国家、咱自由国家啦，西方国家咧准备的，比方讲，咱咧做是种反飞弹嘛，飞弹防御嘛，咱有爱国者嘛，咱有那个家己的天空的飞弹嘛，啊，所以因安怎处理呢？因就是研发新的这种极音速飞弹。极音速飞弹。有当时人讲高超音速，无极超音速。鹰击。嘿，这类的新武器，啊，伊针对的是啥呢？伊针对的是讲，咱传统的反飞弹的这种爱国者这类的飞弹，其实对抗这种新的种类的武器，其实较无遐有效。所以，就是讲，我即马等遮的物件出来，要甲你讲好，你即马你遮的防御，我有办法甲你突破。你小红啊？嘿，就是讲你这可能无力，我的物件较厉害。但是老师，嘿，咱这知影中国吼。真个放卫星啊，用因的话啊叫做放卫星啊，就是碰风，这敢有得碰风？一般来讲，咱讲的新武器呐，讲这种极音速飞弹呐，伊的意思就是讲，伊的速度其实基本上是超过5倍的音速啦。超过5倍音速。嘿，5倍音速的意思就是讲，伊可能有特别的设计。像讲这边有几来种，就什么音级21啦、音级19啦、22、19啦、15啦，啊，不同的这种新的飞弹，无同的这种新的飞弹，其实伊的设计是无同的，啊，用的技术嘛无同。啊，有实践试过无？实践当然是还未啦。啊个一般来讲，因为这是新的技术，啊嘛是带好西方美国啦、欧洲啦，即马咧发展的物件，所以伊一方面就是讲，我即马用新的武器。你看我赢你啊！一方面就是讲，你看我物件已经想出来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恁较早一直咧用爱国者迄类的反飞弹的系统，啊，这种嘛无效，啊，我即马已经有啊，恁阿未。哦。就是要传递这个讯息。这莫怪，川普甲写一个伊文章啊，啊，甲考试，我就来问哦，老委员，川普发的文吼，真趣味哦，伊是认真咧讲哦，讲，帮我来转告吼，甲问好，甲恁这两所的吼，这金正恩甲这个普京啊，这两所当咧密谋要来反对美国、对抗美国的，甲问好啊。老委员，这因为我头下就讲，这摆阅兵吼，民主国家基本上拢无人去啊，连印度明明前几天就伫上海啊，伊嘛无爱去啊。安怎解读？即嘛就是讲，迄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伊本身就是认为讲，即届的即个阅兵吼，中国即个阅兵就是要向美国来表示讲，即中国有法度甲美国平起平坐啦吼，会当甲美国来竞争，啊，伫全世界秩序吼会顶头，即无一定是美国当来主导，尤其是即届即个中国甲人讲俄罗斯的即个总统吼，迄个普京，啊，甲即个北韩的。这些领导人吼，金正恩，这三个做伙，必先讲人拢讲独裁者联盟啦，吼，即个独裁者即个联盟，啊，敢若亲像是讲复仇者联盟迄款吼，这款的即个做法，
啊，但是就是讲对川普来看，就是讲你要安尼来用，我敢看袂出来。我嘛知影你是要用啥，啊，但是我就甲你讲，我嘛唔惊你啊，所以我伊意思就是遮。啊，当然拄啊，迄个柯教授嘛有讲到，就是讲，因为中国即个用真侪即个溃烂1500亿嘛，来真侪的即钱放伫即伊的新的武器的点数的顶头。啊，当然，这大家都会开始来比较讲，2015年是这习近平迄届伊嘛一个阅兵对无？啊，阅兵的时阵，伊就表示讲，我即马要裁军，吼。对啊。伊讲要去裁军嘛，裁去倒去230万变成200万，要裁军30万嘛。啊，但是大家都爱比较，都讲迄届伊所展示的武器，甲即届中间的无共款的倒位，有啥物款的新的物件出来，就表示讲，这10档的时阵，到底有啥物中国发展讲新的这个武器出来？第一看是这个，第二爱看就是讲吼，因为伫即个阅兵的进前一礼拜，到迄时阵，连迄个阅兵指挥官啥物人拢毋知影啦。大家拢知影讲习近平，尤其是在做过去2-3档吼，会安怎去处决，还是讲要处分伊的这个高级将领，真侪人嘛。吼，伫迄个上顶头的迄个军事委员会内底，7个委员吼，习近平这个人先，伊嘛是其中一个。即马敢若剩4个啦，连习近平拢4个共款尔，啊，其他3个有的就是已经毋是啊，啊有的已经是咧调查，嘿对，所以讲即马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咧看，到底即马中国即届即个阅兵吼，到底军方有偌济人出来？再会当了解讲，因为遮尔大代志，照讲每一个人拢爱出来嘛。因为偌济人有出来，啊无出来，表示讲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是互人掠起来是安怎？所以讲这是另外一个西方的这个观察家嘛，包括台湾嘛咧看，就是讲到底即马剩偌济将领啦，无互人掠起来吼。结果人照你讲，人伊的传统，今仔日的指挥官应该是中区司令来做指挥官，啊嘛毋是咧。对啊，所以讲来讲，到遮来，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那是阿姆奈还是安怎？嘿，所以讲伫遮吼来就知影讲，武器当然看这10档内底有啥物款的新的物件出来。第二讲将领啦，到底你处分偌济人？所以讲毋是讲你到底去提拔偌济人，你处分偌济？所以拢来了解讲，到底习近平甲这军方的关系到底是安怎？啊，第三就是讲，其他国家来遮会参加这个元首到底有啥款的人？当然拄啊主持人嘛讲。像迄西方领袖拢无来，毋敢无来哦，连伊伫派伫北京的外交官大使嘛拢无出席，嘿，所以讲这就真明的意思，讲恁爸就是无爱去嘛，我看你我就是迄个无要甲你做关系降到冰点去，嘿，就是我根本就无支持即款的活动，吼。啊，当然嘛有，起码迄个嘛讲有20来国家的领袖过去，当然大家看讲这到底20来国家是什么款的国家嘛？我甲算一下，中亚啦、哈萨克啦，迄种吼，在迄世界的排名内面吼，拢是极权还是无自由的迄平顶内面的呢？啊，当然嘛了解讲到底伊当有影响力的什么款的国家？因为照讲中国即马伫全世界，伊讲影响力足大啊。伫联合国内底，伊的朋友吼，2/3拢伊的朋友啊，伊会透过伊的贷款，还是讲伊的迄个经济援助，还是安怎吼，有法度买收偌济国家。结果到即马这么遮尔重要大代志的时阵，敢若20来个国家领袖过去。哦，嘿，所以讲这是另外一个，大家会看讲，到底中国本身到底是毋是有力？吼，因为真侪，从讲一开始讲，中国这经济足歹，啊，佫开1500亿来这个阅兵。吼，即马经济有够歹的时阵，到底伊要硬死要来竞争的时阵，嘿，到底有偌济国家会该支持？结果看，敢若才20个嘛，甲迄10当前来比吼，10当前迄当前南韩总统有去哦，嘛有几若民主国家，也是讲无总统、总理嘛拢有到遐，即届拢无呢。所以讲，这嘛会当来做一个比较，讲到底中国即马国际影响力到底是安怎？哦，敢若温度计咧吼，但是他拄罗老师也讲着，我要请教林老师吼，来看讲即摆无的武器，还是讲新品种的武器吼？我这图表顶头吼，他拄柯老师也有讲着，这超音速的飞弹吼。老师会甲咱介绍一下，这个超音速的飞弹是厉害在哪里？啊，有通比过这爱国者？好，这两个是无共款的物件。
讨一个咱爱讲这个超音速飞弹，一起造就紧呢，他要去突破别人的一个防护网，特别是对付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或是美国的一个军舰。它有一个神盾防护系统，所以其实今天超音速飞弹它会去做打击的，就是说它跑得很快，让你某话都可以追踪，让你没有办法去反制，这些是讨击条。那再来的话，我们其实这一次要看到的就是说，中共它这一次去摆出来的飞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美国来看的话，会最关心的就是它的核子武器。所以其实他今天有把东风61这一个洲际弹道飞弹，还有他今天在路上的话，他还有个东风5C，这一种是陆上飞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水下的一个巨浪3型。巨浪3型这一次也拿出来了，甚至它还有一个空射型的这种弹道飞弹，空射型的飞弹。那其实今天它会做到的就是它拥有陆海空3位一体的核子打击能力。那对美国来讲的话，过去美国的研究单位它特别有去提到的，就是说在火箭军。我们要看中共的核子武器，就要看它火箭军的成长。可是现在不是只有火箭军，包含它的空军跟海军，其实全面的一个都是核子的一个核子的一个力量的话，都是这一次在这个阅兵里面，美国可能会比较去关心到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我们讲美中两边的一个对抗的话，那美中的对抗，我们讲新冷战，旧冷战不就是美苏两边在核子的武器之下的一个核子吓阻吗？那今天美中的对抗是不是第一个会提出来就是核子武器？那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是说，这个核子武器对台湾不重要，中共不会用核子武器打台湾。可是今天的国际局势不赶快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今天的核子武器它是可以去告诉今天美国或其他国家，当你要来支援或者是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我的这些核子武器会造成你的一个吓阻的效果，或者中共讲的威慑。这个其实是在今天的一个武器里面，我们讲陆军啊、空军啊。可是对美国来说，我今天接到了一些外国的朋友，他们第一个问的就是核子武器。所以对美国人今仔日看到也开始有进步的感觉。进步是进步，但是川普他之前也有去提过一个黄金穹顶计划啊，你有你的矛，我有我的盾。那但是我有我的矛，你中国有没有中国的盾？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其实现在中国它就是提出这么多的核子武器，你有我嘛有啦，神变先嘛是爱拍看嘛，才知影啊。神变先到以后嘛是爱看大家的这个实力如何啊。还有特别就是今仔日阿公啊，因为火箭军。他们的领导、他们的这个司令员跟这个政委都不是火箭军自己出来的，司令员是海军来的，他们的政委是空军来的，这两个人都没有核子武器使用的经验。刚刚赖老师特别有讲，在这个人事上面的变化，那你今天不就是一个外行来领导内行？那你这样的部队有这么多好的武器，可是你使用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概念，或者是他的一个操作上面他没有这些经验的话，他可以去发挥这些武器吗？这里嘛是一个问题。但是咱刚刚安尼看吼，他都同款的问题要请教柯老师。安尼美国人是会安那评估，还是讲咱台湾即嘛？今仔日看了一早起看了，感觉讲哦，这摆出来是这不是碰风的哦，这真正有效哦，还是讲？无啦，这个对咱台湾是无意义的，对美国来讲较有意义。但是对美国有意义的时阵，因先变先就害死我这个高阶天啦。我看我是感觉讲应该安尼讲啦，就是讲咱还多咧讲，刚还多林老师是讲到那个阿公咧讲的威慑啦。一般伫台湾咱讲吓阻，这有啥物差别？因为吓阻是英文讲的 deterrence， 伊的意思就是讲。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爱互你讲，我爱互你知影，你唔敢对我安怎？个伊的威慑是不止这尔，更有讲恐吓的意思。威慑是有吓阻的意思，个嘛有讲恐吓的意思，就是不止讲我爱你卖做啥物代志，嘛有包括讲我要叫你做啥物，我爱你做的代志。所以阿强啊，意思是安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俄罗斯伫即马乌克兰的战争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安尼嘛，伊就是讲甲欧洲讲，你若继续甲武器送去乌克兰，安尼我就用原子弹甲你攻击，安尼当然这讲有效，其实无一定啦，因为大家拢嘛知影讲安尼好啊，你真正敢用无？用的就是世界大战嘛。
个不管如何，就是讲类似的这种方法，嘛有可能阿强啊到时阵啊，伊要攻击台湾的时阵，嘛有可能会讲，甲美国也是甲西方讲，哦，你若要甲台湾支援，安尼我就用核子武器甲你攻击。嘿，嘛是有这种恐吓，嘛是有可能会发生啦。个咱即马还多讲到基因素武器，迄是因为这种因为基因素和超音速有点仔无共啦。嘿啊，咱的雄三飞弹嘛是超音速啊。超音速。嘿，个迄无够5倍的音速啊，所以5倍的音速以上较叫基因素。伊是用一寡较新的科技来做的，就是讲像这边的鹰击的系列，伊就有一个是用叫做超燃冲压的 engine。所以会当低空啊，不会超过5倍音速。另外一种是基因素滑翔载具，咱讲的讲法，滑翔就是讲伊的弹头是特别的设计，所以伊飞到太空的时阵，飞到被接近太空的时阵，伊会用不规则的轨道来飞行。哦，互你追踪。所以你的爱国者啦，你的拦截的飞弹啦，无就讲做歹去甲拦截啦，做歹炸。嘿，所以就是讲这种概念其实共款的设计。美国啦、欧洲啦，其实嘛有咧研究，嘛有咧研发。个车尾伊就是有点仔无共，就是讲你若美国也是欧洲咧研发武器的时阵，伊原则上其实会讲，我即马要一直测试，我物件个做到完毕，我开始讲 OK， 我才摕出来。美军甲摕出来用。嘿，有当时阿强可能甲俄罗斯其实有当时较袂讲，遮细腻，遮细致，遮小心去做这种物件啦。就是讲哦，物件 OK 啊，好，安尼差不多啊，咱就先客出。柯老师，你看即摆阅兵内面，你感觉上有感觉的，上有感觉就讲，切一种因有即个物件。其实有啥物武器？其实大部分的武器是过去的这几档拢差不多拢会当预测的物件啦。想讲咱即马，想讲这边无人机其实是一个足大的重点。因为咱讲的这种中程僚机，中程僚机是啥物呢？咱细汉啊拍过啥物电动玩具，有当时有咧飞飞行机有无？有当时食着啥物宝物边仔就会加一只细只的，行李做伙拍。伊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讲我即马若一只飞行员咧飞的飞行机咧战机，边仔有这种中程僚机的时阵，伊就会当迄个无人机会当听伊的指挥去攻击。会当帮你卡吧？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伙计，你甲拍，类似这种的观念啦。所以中共即马有一种歼20S 嘛，是伊的第5代逆中战机的衍生型嘛。伊有2个飞行员。即马咱就是评估讲后壁迄个后座的，可能就是咧咧飞这个无人机的。咧遥控这个无人机的，就相遮啊，在后面迄个拍电动玩具。咧操作迄个无人机啦，有这个可能性啦。西方嘛是安尼评估啦。但是伊内部啊无人看，这是头一摆互人看着，还是讲有消息，但是毋捌看过这。较早是有类似的测试，伫航空展嘛是有看到类似的物件啦。这边甲电出来，就表示讲解放军要开始用这类的武器啊嘛。伊的好处就是讲，有当时咱台湾有咱的防空系统，其实原则上是工作强的啦。过伊的飞行机呐，伊的战机要攻击的时阵，伊会当先用无人机起来，伊当先操纵无人机来甲咱防空系统攻击啦。人咧飞就毋免讲飞，毋免入来啊。等伊才拍了，我较入来安尼啊，就是一种新的方法。过这其实嘛是美国甲欧洲即马咧做的物件。是，我是看。早起吼，美国的报纸吼开始有咧写吼，网络顶头就咧出来讲这看起来，这因吼有通用这个过去拢大陆军主义，即马开始吼向海洋、向空军来发展，这个向这第一岛链要来突破。这看起来美国吼可能收袂掉，有这种顾虑啊，尤其像迄个。CNN 啊，就个写安尼吼，写个安尼个讲啊，中国安全罗老师，你安怎看美国的战略会因为这一摆的这个阅兵就来改变吗？还是讲因为前几工拍马路，因为印太的总司令讲，若是来战争，我一定会胜利。那讲甲真呛赢的，罗老师。我会感觉讲吼，迄个咱袂当讲，因为中国有展示什么款的武器，就表示讲伊有什么款的能力。因为这个武器甲有这个能力，甲安怎作战，这完全是三项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吼，
啊，尤其是这美国一般来讲吼，也是讲欧洲啦，一定是讲一个武器开始会当部署吼，一定是讲进前有真侪测试，啊，伊部署的物件，毋是干那讲我这武器会当用，我都该用，是讲我这武器要用，一定有啥物款作战的概念，甲伊斗做伙，啊，要安怎透过要拍啥物款的战争，总体嘿，我要用啥物款的迄个训练，啊，甲啥物款的作战的概念。是拢难做伙，才会开始部署的。所以讲一个部署是表示讲，伊要准备要拍什么款的这个作战，你就知影。但中国即马所看的第一点是讲，伊把这个物件点出来，表示讲你有的我嘛当有，因为真侪物件拢是安尼嘛。就是讲6个有的我嘛有，所以讲表示我会输你偌济吼，你有的我一定爱有。啊，第二个，但是伊到底要安怎来使用，伊要拍什么款的战争，伊要表示什么款的物件，这完全拢唔知影。啊，尤其是上趣味种，来拢讲鹰击吼，中国有一个鹰击系列，这个那些鹰击系列尤其是鹰击迄防空系统，都讲 Air Defense System。啊，即个实际上印度甲迄巴基斯坦伊迄个空间的内底吼，中国拢咧测验讲迄第一工吼，中国迄系统安怎帮助巴基斯坦，甲印度的即什物款的法国标风的战机啦，吼，拢会当抬过遮入来嘛，包括苏联的即个俄罗斯的即个飞机。啊，但是因无讲第2天、第3天、第4天，印度实际上甲迄巴基斯坦所有的这防空系统，全拢迄个抬死了。所以巴基斯坦即马对印度实际上是完全无这空防的。啊，这个巴基斯坦用什么款的这防空系统？鹰击系列用中国的啊，就是无法度处理嘛。所以表示这毋是干那讲这巴基斯坦是毋是会晓使用？有的时阵，甲这你的这个系统。伫迄真正战争的测试的时阵，咱甲知影讲到底这系统，一方面是讲到底会用是还袂用是，第二个是讲伊到底是毋是适合这款的作战，吼，这两款是无共款的概念。我会感觉即马是所看上济就是讲中国表示讲我有一个，吼，伊的伊的迄个能力是安怎，啊是讲伊要拍什么款的战争，伊要安怎来处理，这完全拢毋知影。啊，你嘛知影讲，迄个伫2022年迄当阵，毋是讲中国因为佩洛西来台湾，结果讲真侪飞弹来遮来迄个影响台湾，来表示讲哦，台湾拢会互伊飞弹弹幕吼，无法度来处理。啊，结果到来讲，日本看到9粒啦，啊，台湾宣布讲咱看到11粒，但是中国对外口话讲又话15粒，所以讲到底是偌济粒，伊家己嘛毋敢讲，到底有偌济嘛毋敢写。啊，结果伫迄个2022年8月迄当时演习嘛，10月时阵美国空军吼，一个空军的大学一个研究所有出版一本即个解放军伊的这火箭军的一个报告。结果咧，迄内底发现讲，哦，这伊无论讲伊部署咧倒位啦，真侪细节拢讲得真清楚。毋干安尼尔，伊嘛讲着讲，这中国真侪迄解放军的迄个飞弹吼，咱根本就是。欧北讲，灌水的，伊的这个讲液体燃料啦，拢是用水的，还是安怎吼？所以讲这互迄中国这整个脸上无光。一般来讲就讲，到来迄对2023年开始，中国对这个火箭军吼，迄个军人的这个将领开始掠，就甲迄篇报告有关系。我讲全拢写着伊完无想要对外口讲的这个短处啦，吼，啊毋敢安尼尔。迄篇报告嘛，互即个中国这外交部部长，啊，甲迄个国防部部长，拢落台去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表示讲，到底迄中国有这武器出来，赤呀，敢真是足厉害，啊，但实际上你也搁详细甲看入去，有时阵表示无一定是安尼。啊，搁有一个问题吼，罗老师，伊是咧展示讲啊，抗战胜利80周年，吼。啊，真侪人就咧讲，你这迄阵时，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未出世咧，吼，迄是应该是中华民国拍的，吼，这头一个，伊就真正咧讲，哦，这对日抗战吼，正面的是国民党啦，但是我咧这倒手边正手边的是拢是阮啦，阮啊偌厉害都偌厉害。这种物件是愈讲愈多，以早个叶来讲哦，但是即摆是愈讲愈多。台湾即摆即个所在是要安怎如何来讲即项代志？因为咱对
中华民国对国民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立场，甲过去的历史，是安怎来讲起？咱敢有一套想法，要来应付因的这种讲法？我是刚刚直接一讲吼，对台湾来讲，的确是一个难题啦。为什么会讲难题？为讲你中华民国为什么袂当讲？但你也知影讲台湾遮吼，3%人口伫1945进前是日本的一部分。啊，甚至有人吼，迄当阵互迄日本人派去中国，所以讲甲中国是咧为对敌咧伫遐相应的啦，吼。所以伫遮吼，咧要强调讲到底中华民国抗日胜利啊，什么倒一个势力是安尼吼？有诶时阵到底是咱是要替中华民国讲话，吼，迄当阵历史来讲话，还是讲这是替这伫台湾，但是有经过迄段历史的人来讲话，这两款立场是无共款的。这两款的迄个处理的方式嘛是无共款的，啊是讲针对讲这是无共款的族群，但是这个族群历史爱互伊知影，爱互全世界知影啊！这族群伊所奋斗的这过程，袂当互人黑白乱解释。迄个主体就是讲爱请这个族群的人出面来咧表示讲，阿强你所讲完全拢毋对。迄当阵历史到底是安怎？啊，台湾爱做反倒就是讲，总统像讲伊走去忠烈祠。爱利用这个时阵，甲迄当阵到底这族群，因对中华民国效忠啊，因的牺牲到底什么款的迄个代志，爱甲伊讲出来。啊嘛，伊利用迄个机会来表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所讲拢毋对，吼。啊，也是讲，台湾都是中国一直过来，吼，啊，就是中华民国伫遮，那这个处理方式就变成讲，啊，你就讲这是。国家爱全面出面，啊，甲迄阿强伫遐咧甲伊车拼，啊，但是伫遮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强就表示讲，中华民国伫1949已经灭亡啊，吼，是互伊取代嘛，啊，但全世界嘛承认敢一个中国，这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啊，所以讲中华民国就无存在啊，啊是讲要坚持这个部分，是就变成讲，你面对随时就面对讲。国际上一种的政策内底，迄一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部分，你要拿来处理。所以我会感觉对台湾来讲，吼，有伊先天算讲一个复杂性，但是你袂当卖讲，你绝对爱讲，袂当互迄阿强吼用伊讲，袂当互伊讲到迄黑的拢讲到变白，袂当安尼吼。所以讲这个我无论讲是用中华民国史观，还是讲。台湾，但是要照顾有中华民国迄个经历，这款的族群的这个感受，一定拢爱甲伊迄段的历史来讲出来。啊，我是讲对于迄个阿强上重要的这个理由，应该唔干是讲到底迄当阵什么人咧真正咧甲迄作战，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上重要的这个对咱来讲上啊价值就是讲。咱就是爱反对独裁嘛，爱为着自由民主，因为迄当阵所有的战争为什么要烧台，要保护这个国家的生存，啊，甲要保护自由民主，这都是对头到尾所有战争的这个理由都是安尼啊。所以讲为着这个理念，为着自由民主，为着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迄当阵为什么要对敌？是讲日本要对敌这个法国法西斯，啊，甲这个意大利这款的邪恶同盟，嘿。这吼讲起来也是真爱，可能爱另外一点钟啦吼。因为历史的问题吼，比如讲北宋迄阵时成立的时阵，整个江西啦、江苏啦，啊甲南部拢是唐朝呢，人伊就号国号叫做唐呢。啊，但是咱即摆拢叫伊南唐啊，就是李后主啊。啊，但是伊嘛是听了差不多10几冬，伊才叫灭掉啊。啊，我毋是讲中华民国灭掉，而是讲历史的物件是真歹处理。不过，他拄老师讲的，就是讲一定爱讲啊，无讲那就白白播了，叫你较乌去吼。但是我要来请教林老师吼，伊用武力，伊用这个威胁来做这项来助强啦。就讲你看，我即摆已经足好啊，好了后，大家认为讲好就是对啊。老师，你甲咱看吼，尤其他讲着讲，伊会突破着第一岛链，这个天价，这个天价会当用运20大型运输机空运2只，
会当全球斗上，讲这会当突破，会当去到别位，去到别个岛数，这是安怎来运作？即马咱爱看这个战车嘛，嘛是爱知影讲对解放军来讲，战车伊即马伊个设计已经不一样了，伊唔是去战车怕战车，因爱知影讲在俄乌的战场，现在第一个会来打的是无人机，所以咱爱看一头顶遐，他头上这一边非常多，其实有一些都是反无人机的装备哦，所以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刚刚讲。中共有非常多的无人机，它发展的非常多，中程僚机啊什么非常多。可是他也知道有无人机之外，要如何反制无人机，特别是最滚蛋爱垮台湾单家，我们买了很多的无人机，我们什么军用商规啦怎样啊什么的，跟美国买呀、如何的。可是我们有无人机，美国也说要用这什么地狱景象，要用无人机的一个作战。但是今天对解放军来说，他有去注意到，如果今天他在跟攻击台湾或在一些战场上面，有可能也拄到这款的景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自然要去做一些防范无人机的作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不只是这一台战车，它蛮多的一些地面的一些装备都有去装上它的这些新型的这些反制无人机的装备，反制无人机的作战的一个效果。是可以飞袂起哩，还会麻痹，还是讲直接个这个虾？现在有分两种，一种我们叫做硬杀，它就是利用这个可能是这个机炮或者是飞弹来去做攻击；另外一种软杀的话，这台模，但是它有一看到它是用一个类似雷射或什么类似这种电子干扰这些都有，所以其实现在有分硬杀、软杀，还有能量武器。它就是用这种方式，能量武器就是类似雷射，或是用一些电磁波去做到一种让它的通讯系统去隔离的一个作用，用这种方式去攻击、去防范这些无人机的攻击。那这一些其实我们来看没有错，它的确现在新的这些武器越来越多，这个战车都有一些新的装备。可是当你装的越复杂，你后面的后勤补给跟得上吗？我们刚刚其实有去谈到的，就是说在俄乌战争里面的话，今天为什么俄军没有办法在前面的几个月马上打下基辅，马上打进去？因为他后勤补给跟不上，因为他的一个部队的编制的问题，还有就是贪污的问题 ，OC 因弄 OC 起啊，所以打开弹药箱可能子弹没有，你如果没有子弹、没有油料、没你的在战场上受到损伤的一些装甲部队或者这些武器没有去做到一个后勤补给的保补的话，那这些都是垃圾，都是没有用的一些武器。所以其实今天没有错，众军他去展现出他的船坚炮利呀、战车啦、怎样无人机啦什么的。可是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一些隐形的战力，或者是这些会影响到武器发挥的，不管是人事或者是这一个后勤的状况，这一些其实都会是今天我们在这阅兵上面看不到的。哦，所以这后面伊还会安那比。咱实在是无法度，咱们阅兵一工就安尼看出来。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去看阅兵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他的军演、他的演习，甚至是他的演习之外，还有他在救灾的表现。因为如果像是之前我们讲在 COVID-19， 在这一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他连运送口罩都有问题，都会出现地方跟中央的一个抢资源的状况。那如果在军事作战上面，他有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一些物资确实的一个运送？这些其实都会是去影响他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原因。这内行来看这种的，连平常时咱运作。才会看得出来吼。不过他老师讲到这运兵啦，运这手安嘛，柯老师，这有一只，讲那机器龙啦，机器龙集群系统是2024珠海这个航展的时阵，咱有看过。即马又佫出来，侦查打击运输，2025年开始配属。在第76集团军演当中，头一摆步兵协同实践，恁敢有看到这实际这个情形，还是讲有人评估起来？首先咱来讲，就是讲这种伊讲无人的
机器龙嘛，啊个其实就是咱大家定下讲的机器狗迄类物件嘛，嘿，啊个其实无差啦，就是赶快这种叫做无人地面载具啦，咱一般的讲法，啊个有做这种类的，咱较早讲无人机，迄是用飞嘛，啊个这种是用行的，啊有的啊无人地面载具这是其中一种，啊有的可能是用履带，有的用链啊，所以大种其实无共，啊个咱若对咱若看这种机器狗吼，伊基本上，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的协同性啊、集群性啊，其实算做袂歹。理想上，照理讲对步兵啊啦，还是咧城镇战啊，应该是做有帮助的。啊，佮伊即马原则上佮有几个啊科技的问题，还未真正解决的。就是第一点，咱伊这用四支脚咧行嘛，咱人你定有当时啊跋倒啦，还是安怎，你观察会着伤嘛。观察就是结构的一种弱点，所以伊机器狗咧行动的时阵，其实伊是做容易讲受到伤害的，伊的观察，啊安怎保护，安怎互伊持续作战，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即马大部分的机器狗这类的系统，伊的电池其实无讲做有力。所以讲，伊可能运作一段时间，可能半点钟、一点钟，你可能得爱该用换电池，充电还是换电池啊？像啊，佮你咧小阵时，你不可能讲家己连当来充电嘛。我家己性命都来不及啊！我甲你换电池。啊，另外一方面是，你无可能小阵到一半，你讲要甲充电。对啊。啊，你若要换电池，可能你伫安全的所在会当换，啊，佮问题就来啊。我即马兵啊，也是机器狗的时阵，你会当身躯顶管会当扎物件有限嘛。啊，我炸庆记了来不及我爱加炸两个电池，安尼我可能得爱检查过来啊，那个庆记啦，还是飞弹啊，啥物的。嘿，所以这其实就变做一个问题，就是讲伊需要做足强的补给的能力，啊嘛爱伫较无迄种低强度，爱伫较低强度的战场啊，安尼伊较好去发挥。拍较厉害，绝对无可能。迄就是会较困难啦，啊，上少是即马的科技可能还未到迄个程度的。啊，佮当然这是一个尝试，啊，咱嘛袂当保证讲，这个技术敢会伫未来可能5当10当来变较成熟，啊，佮即马是还未啦。但是老师，另外一方面吼，咱也唔通，互观众朋友认为讲，咱一直咧讲唱衰，咱我头一开始就科学理性啊务实，咱的国军敢有即种类似的物件会甲人比拼的，还是讲无？因为咱是咧救了休息，所以咱无必要安尼，还是安全。咱有得甲人讲。其实这类的无人地面载具，咱莫讲这种用脚行的啦，用链啊，还是用履带咧行的，其实拢算无人地面载具嘛。这类的物件是国军未来应该爱买较济，爱研究较济物件，因为即马全世界这类的载具，其实咧用的国家无讲足济，所以大家拢是打开始尔。换一个角度就是讲，即马台湾若去做即个，安尼以后咱其实就袂输人足济，因为即马想讲美国啦、欧洲啦，伊嘛是定开始尔，啊，中啊即马嘛是定咧测试尔，所以大家搁咧研究讲这要安怎做，啊，科技要安怎发展，要安怎的，啊，即马欧洲甲美国有几来甚至较成熟的产品啦，啊，即种物件就是讲国军应该爱进一步去做的物件，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台湾即马咱讲少子化嘛。所以咱讲即马咱兵啊其实无够嘛，啊不止军队啦，啊比社会顶悬咧百工百业，你即马工厂啦，还是做这物件，你其实拢缺人嘛。啊缺人咱的方法是啥？就是要用较济自动化啦，机器人啦，还是啥物有诶无诶这种自动的设备来代替人力。啊军队当然嘛是共款。我即马若一个边啊会当炸一两台啊，可能用链啊用履带，啊顶悬搁炸枪搁炸飞弹，当然咱的火力啦，还是咱咧看咧监视啊，咧创啥，是放雷达啦，啥物的，当然这种能力就会讲，就是大幅成长嘛。所以讲其实咱需要这类的物件。只是讲，可能咱在做的时阵是，方法是较用较务实的方法，就是讲，即马啥物物件较成熟，咱先起来测试。来用。啊，伫台湾的环境是对一种较好，是用脚行，是用这种四支脚较好咧，还是用链啊较好咧，还是用履带较好咧？啊，咱的环境可能讲哦，咱的补给的能力啦，因为这是伫咱家己的家乡嘛，所以照理讲，咱有主场优势嘛。啊，那对这种方面来讲，那伫咱的环境来讲，对这种系统啊，安怎使用啊，是讲安怎去发展啊，安怎同部队配合，这其实是咱家己爱去研究。赶紧来想的吼，爱来在做。对。
老师，我要来请教吼，就是讲，进前阮在网络顶头哦，真侪即个网情啊，就咧讲啊，讲哦，中南海哦，已经哦，尤其是四中全会吼，可能习近平的3个职务吼，敢若剩一个啊，啊，其他的哦，吴春华啦、甲王勇啦，拢会来接班。这代志甚至讲到讲，今仔日习近平都袂出现，就会是即个伊另外一个去副主席、军事副主席会来取代，会来创啥，就拢无发生。还是讲其实还佫有看到淡薄仔有小可无共款，但是有人讲哦，习近平啊规面拢乌去，啊行路安尼歪者。咱要安怎来看待即种传闻啊？我是感觉讲，迄个真侪网络顶头讲，迄习近平吼，伊即摆已经无力啦吼，就是这伊对中国伊掌握，哦，可能会互人取代，还是安怎吼？也是讲伫四中全会，习近平伊都可能都迄会落台。我是感觉讲，遮个即个讲法，基本上拢是真侪人的预测啦，也是讲伊。也是讲会表示讲，这人伊想要互伊落台，但是无一定表示讲习近平真正是伊即摆都已经无势力，毋是安尼。因为一个判断是讲，也是一个人吼已经无力的时阵，照讲伊应该拢袂出国啊，袂去接待外国领袖啊，吼。因为前一阵嘛讲习近平已经无力了，就是讲伊有接待一个Belarus 吼，伊即个总统嘛。结果伊毋是伫即个钓鱼台即个宾馆，啊，结果反倒等伫因厝里，吼，咧甲接待，所以有人讲，伊表示讲已经互人虚无化，吼，已经毋是做即个国家总统的即个规格来甲人接待，结果是走去伫厝里内底，啊，结果即摆毋是啊，伊就是咧，人讲毋敢讲即届的阅兵。伫迄个差不多两工前，即个上海合作即个峰会，嘛是共款啊。习近平佮甲迄个普京，啊甲即个印度的即个总理吼莫迪，三个拢做伙。迄当阵嘛有10个国家的领袖嘛斗阵出现啦。所以讲，照安尼来看，差不多1、2个月前，讲习近平已经无法度啊。但即马看起来，伊人都偏啊，佮真强，嘿，佮真强哦。吼，所以表示讲，我是感觉讲，这真侪的即个猜测吼，无一定是有即个会当讲真正，但是有关伊的即个身体的即个健康，的确真侪人，我是感觉讲，这可能有淡薄仔这是真实，因为你真正看伊的即个面，也是讲伊的迄体态吼，这袂感觉讲这是一个足健康的人。吼，感觉讲伊这人应该都是身体有啥物问题，啊，应该身体就是无遐尼好。所以讲，真侪人就开始讲，习近平到底是2017年到底有法度，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有法度继续安尼来做，这有怀疑。这个也是讲，这个怀疑对这个所在来看，我是感觉讲算讲有理由啦。但正常讲，习近平即马吼已经，互伊的对敌甲伊斗甲已经无法度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还是讲伊就要落台，我是感觉讲迄拢伤早。哦，这大家当然无一定爱安尼期待吼。但是，这对中国的政局，嘛有人讲啊，就是因大家拢瞧好啊，拢讲好啊，拢唔通乱啊，所以互伊佫继续去演，嘛有人安尼剧本安尼写啦吼。不过，我会感觉，我认为某种程度中国是体制的问题，换什么人，伊就是安尼即个模样，伊必须爱安尼做，伊无安尼做，伊即个体制就芳袂起来。我唔知老师是安怎看。但是你爱看吼，就是讲，虽然是安尼来讲，但是习近平起来了，伊改变真侪代志。所以讲真侪，就讲伫邓小平迄当阵讲集体领导对无？结果无，已经无啊。讲迄个每一个人吼做2年就差不多爱落来，到遐无啊。所以讲也是讲真正是体制的代志的时阵，为什么习近平有法度改变遐尼济？所以我感觉讲有当阵迄个人吼，伊的本身的即个势力嘛，真有影响啦。但是伫遮就是讲，既然是因为习近平即马法度改变遐尼侪代志，所以讲伊一个人会当敢参像王共款来决定，所以对伊到底是有力还是讲无力吼，即款的即个猜测当一定会讲出来。另外我是无
认同，就是讲大家拢超好势，所以讲叫继续演落去。对中国来讲，新闻也是讲拢超好势，绝对袂要互你演。落去啊，落去就是落去。你看迄当阵，伊是安怎来对抗这个林彪啦，对抗这个四人帮吼，啊，甲迄个因四人帮透过这个中央警卫局，直接甲伊迄几个暗示人抓出来，对啊。所以讲人无咧甲你客气的，这中国。共产党本质就是安尼，我或者甲你提起来，我就随甲你提起来，无要甲你好时。嘿，所以讲这我是无认同，咁超好势，互伊继续搬落去。我是讲这毋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也是好好啊来看啦，人伊实力是如何啦。老师，你看来整个这个阅兵内面吼，你对你来讲印象上深刻，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甚至是提醒咱台湾的政府甲国军要注意什么物件？哦。头一个咱爱知影，我是想讲，咱爱注意的是讲，伊即马伊的阅兵可能很多都是北部战区跟中部战区，但它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的部队不一定有北上，拢无出阵哦，所以它也是有可能对台湾这一边进行一些军演，所以我们不能说它部队现在集中在在做这个阅兵啊，温丹有无代志啊。我们还是要去准备好，它是有可能会来对我们进行一些军事的行动。这个是对今天第一个我们在看到他这个阅兵的时候，咱讨一个爱怎样的物件啊。第二个的话，其实就会回归到底今天习近平会不会打，或者是他今天要掌握他这个权力。我们今天在讲他的这个人事啦，今天他这些他会把这些军头或者是这些政治人物抓起来，就是3个理由嘛。陶杰就 OC 来龙怎样？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叫作风问题，作风问题是什么？就是这样看小底沟啦，就是安内啦。那第3个是什么？他们叫团伙，就是结作会。但是这个结作会，他们是不是说今天可以去有这一个能力去做叛变，或者是这一个去做政变？这些是无同款的。古早林彪当时一起爬出来的，是阿桃差的扣带安尼提出来的呢。他是有这样的军事实力，但是现在何卫东这些人有这样当年的林彪这样的实力吗？我看是无啦。那同样的，以前的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习近平吗？我想嘛是无同款。但是习近平他为什么现在要换这么多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如果他今天可能总书记要下来，但是伊马怎样，只要掌握住军委会。他就可以去持续有一个影响力，这就是他持续去打破一些规则，他去打破了过去什么2任啊，或者是在今天中国政治上面过去的一些传统。我会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还是要去观察，不是只有这些武器，还有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变化。但是我看伊换的人有诶出身的这个系统，就不一定是习近平有关系、有关联、有渊源的人。因为今天他如果他自己提拔上来的人，他都可以抓起来，那就代表什么呀？哦，我大公无私，或者说我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让你升，也可以让你下。那也同样的，今天如果找的人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因为今天他能够上来，他因为就是这个破格提用，那会不会对他更加的一个感谢，更加的忠诚？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江泽民在交接给胡锦涛的时候，江泽民留了这一手，他最后还是我们叫霸占军委主席或者控制军委会，大量的启用他的年轻将领。这一点其实我在觉得习近平也有可能在走这一个路。哦，这个刚刚9月3号了，但讲遮济哦，柯老师。还佫一个，我头下看到这个无人水下载具吼，这个鱼雷型，还佫生做敢若鱼雷，还佫伊讲完全拢无声音，这是安怎用的？敢若掺水缸，这是掺水缸吗？基本上这是类似的物件啦，就是讲因为阿强啊，因的核子潜舰，恁来和美国的来比，伊的性能其实是较无遐好啦，就是讲。完全上是较差、较大声嘛，啊，当然伊的战斗能力、伊的战斗的系统，其实和美国的比，其实是无较好啦。那个伊若用这类的无人的水下载具，这种无一定鱼雷型的啦，伊其实有几类型的物件拢有登出来啦。伊就讲，伊就当起来讲去辅助伊作战。有当嘛是和他讲的无人机共款啦，伊的潜水舰啦，阿袂和美国的小战的时阵，伊会当使用这种无人的形式美国，真早无得发动攻击啦，无就是安怎的。啊，有当时有较危险的海域，
若讲像咱台湾海峡，当然这台湾海峡其实毋是一个好所在，互前进咧小镇的啦，因为伊伤浅嘛。啊，搁若即附近，咱也有放水雷啊，啥物的，迄其实对前进是做危险的啊。哦。啊，搁伊若要侦查、要作战、要伫遐埋伏、要创啥，伊用武林的入去。哦，是聊天边身躯边仔的红菇啦。嘿啊，你袂有伤亡的嘛？伊顶管无人嘛？伊若顶面其实无代志嘛。啊，我若普通的潜水艇过去，啊，若出啥物代志，啊，我顶管的人拢巧伊呢。所以武林，咱讲武林甲机器人的载具，拢是这种功用。有一种原则，就是讲伊会起来做，咱讲三个 D 啦，英文的 D 啦，就是一个是危险的啦 ，dangerous， 啊，一个是 do 嘛，无聊的嘛，就是讲共款的物件，我做一遍。就讲你无人机伫顶悬陪10点钟，啊我若是飞行员伫遐，我10点钟拢咧做共款的代志，我毋分离。嘿，啊另外一个就是污染的啦，就是讲啥物核子的啦，还是啥物的，你若有啥物毒气，污染，嘿，你得迄无人机啊机器人入面都无代志。哦，3 D 啦，哈，3个 D 啦，嘿，danger， down，啊个 dirty， 嘿对，哦，垃圾，所以讲。